今天我會講971新來回，過海隧巴971線。先睇下971來回的走線。石排灣海麗，海麗石排灣。過海巴士路線971，由城巴獨營，來往香港仔石排灣駐負一及海麗邨，途經田灣、華貴、華富、碧瑤灣、大口環、摩星嶺、堅尼地城、石塘咀、佐敦、油麻地、旺角、大角咀、深水埗西。971與970X 線同屬香港仔往返九龍西之西區海底隧道全日過海路線，卻深入南區多條屋邨，沿途設雙向分段收費駐負2，取代原43米線服務港島短途客源，同時為目前全港最多巴士中途站的過海巴士路線。路線資訊起訖點香港仔石排灣左右箭頭，海麗邨途經田灣、華貴、華富、域多利道、堅尼地城、石塘咀、佐敦、旺角、大角咀路線全長往海麗邨，20.2公里往香港仔，22.1公里行車時間往海麗邨，上午70分鐘，下午75分鐘往香港仔，上午80分鐘，下午85分鐘開辦日期2003年12月16日營運資訊目前營辦商城巴過往營辦商新巴開辦至2023年6月目前派車廠黃竹坑海洋公園車廠。西九龍車廠主要用車4045負4091 41066 41112 45XX 420XX 5 5835 5995 6015 8515 13275 14485 14595 15145 15255 1614收費資料全程車費14.5元分段收費段數往海麗邨3，短途分段收費2，往香港仔3，服務時間起點服務時間05點30分20、3點40分終點服務時間05點40分、23點50分班次15至30分鐘。西九填海新線啟航，政府於2002年公開招標5條西九龍填海區巴士路線，包括1條來往石排灣的過海路線，5條新路線皆由新巴投得，該公司以新巴西九龍專線作包裝。2003年12月16日，971線投入服務。來往石排灣及西鐵南昌站，適逢當日為九廣西鐵慈善試搭日，3452003年12月20日，九廣西鐵正式通車，增設與西鐵之八達通轉乘優惠。2005年5月9日，增設與702線之八達通轉乘優惠。2005年9月11日，石排灣總站由漁光道路旁遷入石排灣村公共運輸交匯處。2006年1月8日，由西鐵南昌站延長至海麗邨。2006年7月1日，增設往港島方向與其他西隧路線的轉乘優惠。2007年12月1日，取消與九廣西鐵之轉乘優惠。2010年7月3日，來回程改經介乎亞皆老街及佐敦道之間的一段彌敦道，往石排灣方向不再途經上海街，往海麗邨方向則不再途經廣東道及新填地街。12、13、14 2012年5月15日，往石排灣方向取消域多利道薄扶林消防局站。2012年9月29日，
往石排灣方向不再繞經南昌站公共運輸交匯處，以配合南昌站物業發展項目動工而永久封閉該交匯處。2014年12月22日，往海麗邨方向增停深旺道聚魚道站。2015年11月25日，為配合雅翔道天橋改善工程16，連接佐敦道西行與西區海底隧道收費廣場的巴士下行斜道由上午10時起封閉，往石排灣方向改經連翔道、民安隊總部大樓旁的支路及西九龍公路返回原有路線，直至2021年7月21日上午10時為止。2017年3月25日，調低由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往石排灣之分段收費。2017年12月15日，增設實時抵站時間查詢服務。2017年12月29日，往香港仔方向取消石排灣道興和街站，改停田灣街站。2022年8月21日，往香港仔方向增設卑路乍街聯邦新樓站，往海麗邨方向增設深旺道東京街西站，吞併43米線，集短途過海服務於一身。同樣經域多利道往返南區及西區的43米線走線迂迴，沿線乘客傾向選用其他途經薄扶林道的路線，例如城巴4、4X、港島專線小巴23線等，來往香港大學站或堅尼地城站接駁鐵路。43米更在沿途與此路線及專線小巴58線重疊，全日大部分時間客量偏低。2023年城巴新巴專營權合併後，城巴着手重組巴士路線，早於2023至2024年度巴士路線計劃中已提出將43米線併入此路線，安排此路線來回程繞經華貴村及華富，往海麗邨方向繞經田灣村，並新增由石排灣至水街的短途分段收費、延長服務時間等等以作補償。時任南區區議員司馬文質疑兩線上學時間載客量高，引起家長不滿。971線本以5輛雙層及4輛單層巴士行走，重組後將加派2輛雙層巴士。城巴代表會上回應合併後，971線將全線改用雙層巴士，以應付需求。翌年初，城巴舉辦傳媒午宴時表示，計劃該年內最快第二季起，以南區及中西區作為試點，於落實重組並提供分段收費的971線指定巴士站安裝分段收費回贈機，讓市民享用回贈。2023年7月1日，因應城巴新巴專營權合併，改由城巴營辦。2026年4月19日，與43米線合併，24、25來回方向繞經華貴及華富村內，往海麗邨方向繞經田灣內街，另增停吉直街爹核士街站，往石排灣方向增停深旺道港灣豪庭站，新增由石排灣及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往水街之短途分段收費，可於車長駕駛室旁的電子收費器或指定巴士站的分段收費回贈機再次確認八達通卡或電子支付工具賬戶以取得車費回贈，以及由域多利道分區電力站往石排灣之分段收費，調低由山道、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往石排灣之分段收費，延長服務時間，每日由石排灣開出服務時間為05:30至23時40分，
由海麗村開出，服務時間為5時40分至23時50分。過海隧巴970